2020年7月，葉玉卿嘅老公胡兆明向美國法院遞交咗個人破產重組申請，申報文件上佢個人資產剩低唔夠5萬美金，而兩公婆嘅債務就高達5000萬至1億美金。消息轉返香港，昔日嫌聲辯負資產闊太嘅新聞即刻洗版，但葉玉卿接受訪問時冇半點慌亂，淡淡咁話：只要人仲健康，錢總可以再賺返嚟。呢份鬆柔令人差啲唔記得佢曾經住喺紐約長島嘅百年古堡，出行靠私人飛機，名下擁有過50幾幢大廈。佢嘅人生由艷星到豪門，由豪門到銀行家，再由巔峰跌低，每一步都似電影橋段，而佢始終係掌控自己命運嘅女主角。葉玉卿1967年2月12日喺香港出世，原籍廣東化州。佢唔係草根出身，老豆係工廠老闆，家境富裕，屋企有11個兄弟姊妹，個個都係有本事嘅人。佢阿哥葉志明更加係香港飛圖唱片公司嘅創辦人，被叫做商業梟雄同卡拉 OK 祖師爺。含住金鎖時代嘅葉玉卿，本來可以安安穩穩過日子，但偏要跳入娛樂圈呢潭渾水。1985年，18歲嘅葉玉卿參加第一屆亞洲小姐選美比賽，佢本來冇認真，諗住去試試，點知一舉攞咗季軍，仲順便拎埋最有性格小姐同最健美小姐2個獎。選美之後，葉玉卿順理成章簽約亞洲電視，正式出道。照計攞過亞姐季軍，簽咗電視台，條路應該幾順先係，但現實好殘忍。入咗亞視之後，佢好幾年都係做閒角，完全冇人注意到佢。cùng佢同期出道嘅女明星已經紅遍香港，佢仲係片場捱通宵。有次佢喺廁所換衫，踎低就瞓着咗，俾人拍門叫醒。佢發晒脾氣話：呢份工真係唔係人做。老豆見佢咁辛苦又冇成績，好心痛，勸佢唔好再拍，返屋企接手生意。但葉玉卿死都唔肯。佢入娛樂圈唔係為咗揾錢，佢自細就敢衣玉食，唔缺錢使。佢只係想證明自己。喺亞視坐咗6年冷板凳之後，葉玉卿做咗一個驚人嘅決定。1991年，24歲嘅佢接到一本雜誌嘅邀請，拍露2點嘅封面寫真。當時葉玉卿銀行戶口只剩翻交稅嘅錢，佢意識到扮清高換唔到前途。佢諗過之後，決定除3搏1抱。呢個大膽之舉令佢瞬間爆紅，一本雜誌3個鐘內賣晒。男人將佢嘅相收埋喺床下底，跟住佢趁勢拍咗3部風月片，情不自禁我為輕狂，卿本佳人。一夜之間，佢由冇人識嘅亞視小角色變成全城疑惑嘅性感女神。香港男人封佢做風月片第1人，只要影完表有佢個名，影碟就唔憂賣。佢同另一位波霸葉子楣並稱商業。但葉玉卿嘅聰明之處係，佢從來唔甘心淨係做花瓶。走紅之後，佢即刻係阿哥幫手客簽約唱片公司，推出歌曲《擋不住的風情》，成功轉型做歌手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全力拍正劇，用演技證明自己。1993年，佢喺電影《天台的月光》中憑細膩演技獲得認可，並憑呢部片入圍金馬獎。1994年嘅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入面，佢飾演端莊隱忍嘅白玫瑰，前底扭轉公眾印象，成功由艷星轉型為實力演員。佢係香港首位影視歌3棲女星，亦係喺舒淇之前攞過金馬獎、金像獎提名嘅艷星。事業一帆風順嘅同時，葉玉卿嘅感情生活亦從未平靜。早喺出道前，佢就同當時喺酒吧跳舞嘅張立基相戀。張立基後來被稱為香港舞王，兩人拍拖多年，離離合合。1985年，葉玉卿以亞姐季軍出道，同時同張立基嘅戀情曝光。1987年，張立基被亞視派去日本深造，返香港之後身邊總係好多女仔圍住，令葉玉卿好嬲，覺得呢個人俾唔到安全感佢，於是果斷分手。分手36年後，張立基接受港媒專訪時首度披露分手原因。佢中意顏有將心意表達出嚟，但我習慣收埋喺心，或者佢對我嘅信任唔夠。分手後，葉玉卿好快同大自己15歲嘅亞視一哥伍衛國拍拖，
兩人於1987年相戀，拍咗3年拖，一度同居。葉玉卿曾講過，伍衛國係一個好男人，但眼見自己事業冇咩起色，仲影響到伍衛國嘅發展。葉玉卿再次提出分手，伍衛國非常心痛，但都無法挽回。1993年，葉玉卿身體唔舒服入院，髮型師不菲陪伴左右，兩人戀情公開，但只維持咗1年就婉瑜。之後，葉玉卿先後同稅局高官、酒店業名人朱文康、新城台長羅敦禮等人轉緋聞，佢承認嘅只有拿督羅樹清。兩人一度傳出婚訊，葉玉卿毫不忌諱話當時佢係最好嘅選擇，但對方隱瞞已婚事實，葉玉卿冇再糾纏，即刻結束呢段關係。幾段感情都冇結果，葉玉卿冇諗到緣分好快以另一種方式嚟到，就係事業如日中天之際，葉玉卿遇到佢嘅真命天子，美籍華裔富商胡兆明。胡兆明9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，17歲就正式創業。1994年，佢喺美國紐約成立香港超級市場公司，主營食品批發同華人社區零售業務。呢間公司後來成為北美第2大華人超市品牌。之後佢嘅商業版圖逐步拓展至地產、酒店、飲食、旅遊甚至銀行業。兩人相識過程幾有戲劇性，據講胡兆明就係睇咗葉玉卿嘅電影之後，成為佢嘅粉絲。當時葉玉卿啱啱同拿督分手，去美國大西洋城登台，經朋友介紹認識胡兆明。一次約會中，葉玉卿因為工作忙遲到，胡兆明喺餐廳由白天等到夜晚，呢份執着深深打動咗佢。1996年，相識唔夠1年嘅兩人結婚，葉玉卿隨即宣布息影，淡出公眾視線，移居美國。當時外界多猜測佢係攀富豪門，溫於做少奶奶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葉玉卿唔係單純依賴老公，而係帶埋自己變賣香港資產嘅全部資金，成為老公事業上嘅合夥人。兩公婆一齊打拼商業版圖，涉足超市、地產、銀行等多個領域。2003年底，胡兆明成為美國一間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嘅主席及最大股東。2004年，佢因商業成就獲得50傑出下裔企業家稱號。2006年，胡兆明攞到美國銀行經營牌照，開設紐約國際銀行，開業1年就開始賺錢。葉玉卿亦成為紐約首位香港女銀行家。到2006年，胡兆明資產達到80億港元。2013年公開報道顯示，其商業資產保守估值超過80億港幣。兩公婆曾經有一個宏大嘅目標，擁有100幢大廈。到2012年前後，佢哋已經買咗50幾幢大廈。葉玉卿曾透露，我哋一直想要100間大廈，而家已經有50幾幢，實現咗一半目標，身家夠食幾世，唔使做都得。最風光嘅時候，夫婦倆出行都係用私人飛機。胡兆明先後買入4架私人飛機提供包機服務。佢哋住喺紐約長島一座有100年歷史嘅古堡式莊園入面。2004年，葉玉卿夫婦以540萬美元買入呢座100年莊園。古堡佔地16000平方英尺，約1486平方米，相當於3.5個籃球場咁大。大宅有11間房，配備室外及室內泳池、高爾夫球場、私人影院，仔女各有專人照顧。婚後，葉玉卿將更多精力放喺家庭，先後為胡兆明生咗2仔1女，大女胡子欣，二仔胡可聰，細仔胡以聰。佢生第3個時，原本預產期係下年1月，但意外提早作動，只喺醫院住咗1日就返屋企休養。面對會唔會再生嘅問題，佢堅定話3個已經夠晒數，宣布停產。佢唔單止用心陪伴仔女成長，仲耐心化解同奶奶嘅初期隔閡。然而，再大嘅商業帝國都有風雨飄搖嘅一日。2008年金融海嘯時，胡兆明旗下旅行社破產，葉玉卿當時話賠得起。2012年，息影多年嘅葉玉卿返香港拍一部群星賀歲片，當時有報道話葉玉卿老公生意周轉唔靈，老婆復出救父。不過葉玉卿一直否認，只係話返去探阿媽，順便幫老朋友一個忙。真正嘅風暴係2020年殺到，
2020年7月，胡兆明被白爾向法庭申請個人破產。根據紐約物業新聞網站報導，胡兆明於2020年7月8日向法庭申請個人破產保護令。佢同時用另一個名 J Kia 向紐約東區法庭申請個人破產。胡兆明嘅個人破產申請列出5萬美元以下嘅資產，以及5000萬至1億美元負債。原定拍賣總值過億嘅3個銀主牌亦宣布延期。葉玉卿接受傳媒訪問時大方承認，佢解釋申請破產原因唔係受疫情影響，實情係老公揾錯咗房產貸款公司。佢話嗰間公司專向中國人落手，將金額越調越高，令借貸人云唔到，最終吞併人哋嘅產業。胡兆明唔想呢啲人得逞，先決定壯士斷臂。胡兆明無法償還負債嘅原因不明，出現財政問題嘅日期早過新冠肺炎疫情。佢嘅借款人通知還款嘅日期係2018年1月。葉玉卿話：嗰幾個物業係胡兆明最有情意結嘅，律師建議佢申請個人破產保護令。佢語氣好淡定，只要唔係關生死事，呢啲都唔算最大問題。佢又話：申請破產重組保護唔會令人一無所有，個人生活必需品、部分工資所得，甚至房產同汽車都可以得到豁免。佢直言老公面對呢件事最難過係面子呢個心理關口，而且唐人街嘅房地產係夫家發跡地，要老公放低並唔容易。胡兆明仍會繼續工作，超市生意照常迎來。葉玉卿話：佢哋一早為小朋友買咗基金，小朋友嘅生活唔會出現巨變。佢讚啲仔女好乖，19歲嘅大仔主動幫老豆分憂，幫手睇文件，同律師商量，又幫手打理超市生意。面對困境，葉玉卿冇選擇離開，而係堅定咁同老公共同承擔。佢淡然話：只要人健康，錢可以再賺過。呢份擔當令外界曾經對佢攀富豪門嘅猜測不攻自破。如今葉玉卿同家人仍然定居喺紐約長島嘅古堡式莊園中，過着低調嘅生活，間唔中俾網友影到素顏出去買嘢，陪伴家人嘅畫面。即使塊面有咗淡淡嘅皺紋，依然笑容坦然。佢曾話：皺紋係勳章，證明我冇白活呢一期。從曝光嘅近照睇，佢依住得體，氣質溫軟，身形依然苗條。59歲嘅佢，褪去當年嘅清濕艷光，卻多咗幾分經歲月沉澱嘅從容幽默。葉玉卿呢一刻18歲選美出道，20幾歲靠一部風月片爆紅，又憑實力撕甩艷星標籤。29歲最紅嗰陣急流勇退嫁去美國，帶埋全部身家同老公一齊打拼，由超市到地產到銀行，由50幾幢大廈到4架私人飛機，再到百年古堡。50幾歲又陪老公挨過破產，每一步都係佢自己揀嘅，每一關佢都撐得住。呢個女人嘅故事話俾世人知，真正嘅人生贏家唔係從未跌過，而係每一次跌低之後都企得翻起身，拍下身上嘅灰，繼續行落去。